kabut 等陣。OK。係啊，各位聽眾，佢真係歡迎我到嚟收聽翻嚟好見嘅節目。今日節啊，我落後尾就話第一真正啱啱講嘅物件，真正 spicy， 真係熱。冇，即係呢塊咧，我咪介紹我特別嘅邊，即係特別嘅邊就是老椒頭一擺落試出嘅了。誒，阿龍，歡迎阿龍。拍照。我唔是講伊無困掉啦，伊是有困一個車到對嚟，特別。我都電話叫車，我係換計車就，做咩事唔知都電話下來，按做咩事我攰車咧就奇怪咗。我擺拍個路，特擺本拍電話都都冇車，一刀拍電話都攰車喎。即係唔知數電話嚟我車，唔知做咩數。嚇，แล้วก็เป็น老椒แล้วลิงทามอคนนึง Hello แล้วก็เบไซกองกับHello，雜寶寶可能。Hello，即係呢排咧，我未講嘅咧，就是尋情愛情，尋情愛情就是講人無相，如果你嘅愛情是無相種嘅人，無相方式，無相識人，我咪講話，呢種嘅愛情咧有蝦米無相，有蝦米特別，有蝦米。好處係咪無好誒位，還是叫較坎坷 challenging 位？可唔可以講好像？這禮拜咧，嗱其他就個有，我零我，我有咯，我有咯。哦，特別係咪是？哎呀，我拍二，成我拍二嚇，我只不過自己拍二，我都唔知。應該做你幾個數？แล้วอันไหนอ่ะนั่นเลยอุจูออน Ring good จูออนso 我講 OK so 讓怎麼在外安是阿毛咯แล้ว這裡比賽不是這裡領頭毛一波是阿毛喏阿毛人有個大機阿毛有影喲阿毛人大機有影喲冇啦有細機嘅本呢啦大細有有咪講佢啦，白人甲我講嘅。有咪講全世界第四是韓國人。哦，有嘢特別安怎會去驗的，安怎會去 research 安怎唔知？就是我唔知點講嘅。養牙超啊，嚟到。Kita ada research 嘛 because if not yang anda做produce condom 嘛。哦對啊。我 condom 是個咧 SML 咩？有啊，本嚟。呀，但係冇像 size， 冇像你看到你笑較濟啊！你看你笑，你俾佢拗睇看。誒，特別我講聽做咩事嚇？人安尼笑你嘅大長無大長啊？做咩事人安尼笑？係咧，意思因為做咩事係咧變做成個就 status 呢係啊？做咩事成個人講人是人超大。都較成個較好嘅呢，做咩事人講啊？其實 start 咧，做咩事人講嘅呢？是因為看起來成個伊個應該難拍大，應該較要緊嘛？你較成嘅。有病咧！唔是難拍大，較代表講你會成較驚咧。物件大了，人就垃圾真正。都好了，好了啊！你看咯，成個車大樹大，哦，領大，冇看領大，如果你要講領大，你是講領大領把咧，有一次驚，你看那次你就亦可以驚領，可能冇上啊。แล้ว蘭州大是完全，蘭大是完全，你要做咩？啊咪看是好看啦，有可能看嘅時候，哎呦，唔係講過。maybe 什麼做啊？方法我唔。我唔敢講大就是好，特別我再細就是冇安尼好。你嗱講講啊，你嗱講講。
特別你家己是講嘛，你家會 feel，你家會感覺講，你感覺是點巴呀？你最硬啊！安怎無啦？我睇查某真正笨蛋咯，若是你咧，哦，一頭拜拜，我係對啊，拜拜。哦，係咩？哦。上面 size 人哋講嚟啦，一邊講起來是人哋查某 prefer 個大張啦。我唔敢講大張就是好，但係我再講細張是無好。你想意思嘛？但係講細張唔好，特別是大張。你是講大卡大是比卡細好啦。對哦，哈。OK， 但係做咩事人講？做咩事？對，我講做咩事人係講到大細氣，咱是講這是尋真愛情，咱都無講大張啊細張。你哋是喺你傾梅話有影，喺你莫令梅話啊是大有影較大唔知？我唔知啦，我冇咪 exposure 到正式誒呢個 stock 啦，人哋我當今嘅啱是，我頭一個 boyfriend 嚟，所以我冇咪 exposure 到，我 get 到落冇咪睇經，特別。我講我成個真亂啊！你看，喲，係咩叫亂？我講我成個真個你啊！你看，一叫，冇嚇。阿 John 是講love relationship 唔是 buffet 嚟。對啦，特別我冇看過安尼這條，特別我有甲人 discuss 嘛。特別，冇講呢這條，有啦。跨過這其實本無需要拍攝咯，即係是咱家己經嘅 live。我看有。你 even 你就係我有看過，是講我唔捌看過。I mean，我就講我嘅 option 就只有你話 date 就只有數。我冇 date 過這人，所以我淨係你冇人愛啦，你冇人愛啦。但係我冇人看到自己愛，咁樣慢慢自己挑去啊。Maybe I don't expect 因為你係快樂嘅嘛，你冇閃過人咩？冇好奇嗰陣閃咩？我冇咩事噶，我是叮當劍嘅 OK 啊，叮當時我就係必殺嘅，我去幫助好，我特別就丟 out 隔了人性嘅，我就是講 conscious me 邊有人我幫唔出嚟，叮到時代 OK 啊，當佢鬧啊，冇咩插啊，我幫住啊，特別唔係講到唔係講嗰啲嚼嚼嘅物件，當佢我是咪講嗰啲感情嘅物件。我咪講感情。你嚼咗係有堅要做，冇嚼冇感情。哎講，你感情嗰啲有堅啊，感情有嚼冇嚼冇睇感情。了，是講，係你是其中一個物件。你係講咩？但係當佢咱咪講嘅就是，咱咪講嗰度沉靜嘅感情啦，裏面嚟講啊，你有感覺到蝦米物件，就較坎坷，蝦米較無安尼啱嘅呢？食物件，對，食物啦，食物件，食物件，安怎講下？阿龍講成日肯定冇人講。你就我就屬個食嚟桂子啊！我到底去買按水米粉啊，係桂子，係咯。特別韓國人是真正認這類物件嘅咯。我唔知就是又唔是講無食水嘅物件啦，所以我話放淡薄，係咯叫人食咯，係咯食咧講哦，你佢食個好，因伊知道，伊是真正無言，係咯。我屬個食物件，譬如講我嘅物件，伊無屬個食嘅物件。其實我講嘅物件，我都整腦筋嘅時候，使我老啊，真係。我食咧，我就食咧。叫來我看。係咯，嗰啲鹹阿女嘅。哦，皮，胡皮。啊，我就個就是咧度。特別咧，因為真係無個食嘅物件，所以我就是講，if 就講，我諗特別 enjoy 食嘅物件。特別好 ，actually 其實較好，伊免甲你挑。是本啦，特別每啲都有食物件就，即係 junk food 講少數咗。我當時我滾湯做攰嘛，對，食物件無下，我滾湯嘅時變咗我自己食咯。對，我本是想，我係按一隻 typical 嘅
頂到時候，我把意思頂到時，伊個 taste bud 就 typical 嘅 Midwest 嘅 taste bud，所以是成個steak 啊，加 potato 啊，你看呢，伊隻係咪成個，OK 成個，你叫咩mac and cheese 啊，你看你物件，哇，我是自家食，伊自家食物件，特別有咧物件，我要食誒吼，我有時常講會滾湯啊，敢若啉滾湯食對啊，伊袂喎滾湯啊，伊是成個。上清嘅啦，對伊嚟講，特別好個就係伊個只，伊個是個只格林亞只咋，伊是個只格林亞只換亞只，那是真波，那是勒馬一件。係你我度，我可以咧，我個基本人只嘛，特別有你成個乜只燈籠嘅物件，成個滾湯啊，嚇就白骨啊，แล้ว滾你白菜頭，你可咪嘅絲啊你，呢邊。我有冇你成個滾物件咧？你冇冇世界啊？會人。啊，我冇講安尼款人啊，安尼款像個食袂啱啊，真係艱苦啊。特別食袂啱啊，其實是咱人感覺到大數啦，其實因為馬來西亞人，咱食嘅味素啊，比別個國家人濟嗰種，所以咱人下面物件咱唔食得落嘅，咱人食生菜嘅。咱下面嘅咱是另外食本 enjoy， 番啊食本夠食，長人食，咱人長人食，佢唔是講緊就種個長人食就，莢菜、功夫菜、長人菜、來樣嘅，咱隔了會食咗，咱馬來西亞人食得好啊。culture expose 啊，對，咱人有嘢食嘅，咱伊味素啊，無咱真正濟 variety 咯，所以外口嘅人袂食，其實是真正常嘅啫，特別咱人看起來就講，我睇無個樣嘅人。我咪是看，人因為人嘅人上凊彩，人係咪乜食啊？數人無飛。特別真正起哄，唔是起哄啦，就是袂俗，就是講，就是我食物件真正濟嘛，蝦米物件本食嘛，了叫你陪我食一兜嘅飯加湯啊，呢杯條湯啊，你都講咖喱啊，蝦米我唔聽蝦物件。咖喱。哇！意思是講情情。落去嘅啦。意思講咖喱成咗講蝦米人，你講成。我是講伊唔是講咖喱，是講我唔聽蝦物件。哦，嚇，蝦米人，你講蝦米色人，蝦米裝人。白色嘅啦。白人 OK，阿毛啦，阿毛白配阿毛啦，所以阿毛嘅鹽尖啊哈。伊個有影啊，我養隻特別我講條嘅紅啊，真薄隻隻，我肯定同你講啊，伊頂到就頭頭實是伊隻物件，伊 expose 嘅 food 嘅 flavour，伊嘅 palate 啊，真少呢就幾那行款呢嚇呢，然後一部咪我別得閒呢，就是頭頭嘅事，特別我慢慢 slowly train 就是人隻物件好是真是個參嘅，你參。即係你炒一味菜，แล้ว你淡薄即係有白炒白，แล้ว正有糊啊什麼，你咪是拌蒸嘅淡薄經變嘅淡薄隻。你阿媽是伊是個隻個料誒，伊是隻一菜個料，你一隻一白個料，一隻糊個料，你個隻人係冇咪使參嘅。頭我別單咯，我看啊，我特別諗別使講咧，就冇根本就冇上紅熟嘅人嘛，大漢嗰時啊，然後就看時我就想，喲，成個冇咪辣路呢，我快食。特別有阿毛想食飯吼，是講嚟食做呢一項件，成個咱馬來西亞人食飯咧，你吸淡薄菜，氹個飯淡薄，氹個佢一項菜淡薄，下落去喙。樣地咯，一個半塌落去，伊上個伊 mix 是哦，伊個喙內面，地講嚟，但是個巴刀內面，伊是一行食嘅托醬，伊一行款食，伊無想講參掉。成個那個你麵規碗規條湯我樣垃圾成隻垃圾咧雜咧，到啲裏面，他們麵個咁樣參掉。韓國人不是咁樣啊，韓國人樣食物件，上個咱人整這飯啊，咁樣參落去啊，上個台灣人嘅係整這。然後伊個菜係後邊拌啊，人講，袂使嘅，就係 separate 大水水嘅。大郎就係樣無咯，我唔是講計咧無，樣拌是對，你講我對，特別樣有隻物件是開步嘅，人啊，電動嘅人做到邊嘅，人嘅規條湯啊，一碗過來時啊，物件嗰白水水喺度杜喺頂面，杜喺頂面佢一個底啊係很少見嘅嘛，樣隻海鮮味嘅料啊是開步嘅。因為做事啦，唔是擺個水水嘅咩？
哎呀，冇啦，就少有，你講一條有，特別較濟物件是特別我奇怪，有件事，一未接受新嘅物件是，這是最大問題咯。啊，韓國啦，你一未接受新嘅物件，真係艱苦嘅。所以你講啊，Madam Kwan 係嚟整開一間店啦，我同你講真艱苦做嘅。誒，我問你啊，阿龍，我哋諗起普羅啫，我俾問你，做咩是韓國人咧教用加多嘅啊？誒，樣嘅味道咯，樣隻物件有。就是講樣隻物件無講大家水水嘅啦，樣規部嘅味嚟得濟啦，所以樣嘅刀頂頂個有加多，樣糟糕加多。誒，特別加多嘅好用，我當今日用加多嘅濟啊，我只看，哎呦，我真冇想到我用加多嘅影嘅，以前我你把一塊剁剁地咧，嗬，你加多加哼。有，迄啊小白咯，樣平白是用加多咯。然後就是第一家是kimchi，菜哈kimchi哈。你夾出來咧是加呢較方便咯，我當佢冇人肯做咯。你成個電刀是，我唔係別人有用啦，做緊韓國人用加多嘅。係咯，就是講幾個人即韓國人用加多。有加菜加多嘅咋。哈，我就係用碗都當佢。呢個你啲就好嘅。我嗰邊計俾。一嚟哦，講只嚟哦，只嚟。加嚟嘅。講到加多。嗰度加多，因加白啦，加到骨啊，半隻雞咯。啊，就骨咧就把大機。加人嘅只你插只對。冇得用啦，冇得用啦。特別我阿龍啊，我當年去我嗰時候嘅估冇去食點心啊，我去食點心嘅時啊，當年玩食咧，可能個死人你按冇病毒。然後我食點心嘅時，我自己叫我加到去㗎。你未使見過開場物件咩嘢？我買叫我冇時間去。Delhi 嘛，Delhi 咩？要幾時？Delhi 嘛？喺韓國是計了是正常嘅，你愛食下面愛做下面加得有。我唔敢去咯，因為我嘛是唔敢去。啊，我是冇咩想出去過喺 restaurant 嚟食過。แล้ว你กันเองจะวันที่เป็นเองออมเบอร์แปดต่อ會ชี้條嘛，一 number ชี้條嘛，唔是六條就。But anyhow，我有家己多去咯，啊，家己。我知你見較多啊。我見較多對，我家多去，我就是特掉，因為我特別去食，我就是家一定人做在去食嘛。然後你叫物件，你只加一半較用食嘛。然後你要見你買你加多，你買頭前尖嘅，啊，一加加落一啲，你個插落去一加是你係你五角嘅加一對。計好參觀啦，無講你想愛去來去邊邊啊邊。我樣在話，你家己較多嘅，你看是家己較多嘅。因為有一道上面，我想我家己要夾咩？我去問人講，你食加好啊？嚇 OK 啊，等陣，你特別去吹加多，我講阿媽媽，你開啲點心咩？咁去吹加多，我家己夾啦，我家講不到，我家己夾。แล้ว anyway โอเค所以講到啲嗱普羅嗰度啲嚟แล้ว特別人講伊別人是當人之方面來看隻物件等等我肯定咪 before 人講這事我會問看即個鈴木有蝦米隻誒 conflict 啊隻物件我第一道去國家去 UK 是一般嘛 prepare 只你在往特到馬來西亞去像我可能我有一個 concept 哇阿摩食好了啊然後好食啊阿摩食然後 fish and chip 啦咪個了或者有年好了有年是真好了啊咪食久會神嘅嘛一波咧對一波咧落啊一把牙醫咧只我感覺就是 wasabi 啦比是 horseradish 對伊講這是只路啊，路被寫字咁報啊。然後我嘛講這路啊，這個 OK 嘛接話，哇這路啊，今日咪做寬嘅，講路啊，好新路啊，你要講路啊，這是報路啊，報下面報嘅。啲 ballot 就 sensitive 啊，一 curry 一個 special treat 嘛，叫我來嘅數嘛，然後一個 special treat 我係講俾等人食。咁係未知啊，等人食。一等人食個，一成啊，在你
cough syrup 啊，你 orange。黏黏的嚇，也黏啲黏水水咁嘅啊。其實我冇食過隻，我忘記 Chinese American food，我冇食過隻 actually。特別你個別隻呢？我是一隻是講我係對我嚟講是無上 category 嘅 Chinese food 嚟啦，即係 American Chinese food 對我嚟講。Orange chicken 啊，嚇，你講你。嚇，就種你知啦，orange chicken 係 sesame chicken。少嘢你甜啊。嚇，真係甜嚇，伊 sauce 嗰隻。artificial 甜真嘢㗎。對。特別你個你包食人你食嘅物件，伊係咩物件無食食？伊無食食白飯咯。係咪你食白飯？我都冇食白飯。OK，這是反正我去過 UK 時，啉咖啡是上你濟，我一世人捌啉咖啡啉咩濟。佢嘛就沒有愛啉咖啡，愛啉茶。我講咖啡啊，因為我啉嘅咖啡當時烏嘛，都唔係說咖啡啦，不是我哋 brown 淡薄烏淡薄 brown 嗰陣時。伊冇伊啊你，一個梅魯。意大利嚟，你嗰時係意大利嚟？冇英國人嚟。國人嚟。哦，這樣 So 伊嘛就沒有愛how many sugar do you want？幾粒 sugar 都愛。我哋講緊一個幾粒 sugar，咁唔是只後宮人 healthy 啊。點解啊？然後就開始問啊，講你得來啊，你出來你做咩工嘅？講未出嘛，佢話正條邊條嘛，你工無出。我冇工，我你驚你走我次話。係咯，第一諗下咯，你咪講你做咩工嘅？你其實講我係工時你冇次話，你驚走？冇啦，老闆就係講我skill 是蝦米㗎了啦，應該即係我一定估成細漢到把路冇去discover 我 skill 嘛，一把路冇機會。哦 ，OK。所以你教平時定到你 skill 是 discourage， 人冇 discourage 你有 skill， 但對你當佢應該 embrace discover 你個。係對，所以是好嘅事啊。and I mean 你尋證夠in啊，你會發現到你食啲物件，你到馬來西亞或 maybe 到你超過你唔捌你過。你可以開啊，會？你 favorite 嚟。你可以開啊，會？我開啊嘛，就真係開啊。是咩？我冇甲確定斷嘅諗。แล้ว但是如果伊無是甲食咱白飯，咱伊有蝦物件你是甲食，伊無是甲食哦。fish and chips 咯，了。伊無是甲食 fish and chips。無，伊一世人都食到食幾年啊！伊講。特別無，我是講咱馬來西亞會食哦。伊你是甲食嘅物件啦，伊在伊唔甲食，還是無是甲食？I 甲食咯。OK。伊未接受嘅時候，你 con 我啱想，伊講按照 con 是鹹嘅物件，按照你係到菜嗰啲。然後咩事你俾喺度酸嘅味。少，我啱想。tomato 係先至，tomato 係先至，然後有人講是 tomato 是 fruit 嚟，有 tomato 是講是vegetable 嚟，先至係。唔是人香港，我是講特別係I mean 有無相 concept， 意思就是講，咱做咩意思對人嚟講，按照你夾即個steak 啊，係到啲 ice cream 裏面，你看伊樣是感覺嘅呢。伊食葱，食無伊對伊嚟講咩？鹽未使參加甜嘅物件，係啦。伊是講伊是小都是鹹嘅物件啦，成個食菜啦。Anyway，我是講我到邊到 UK 我食歡喜啦，因為伊食物件個了是，第一我免煩惱嘛，對嘛？了伊嘛個是因為樣買物件我唔使食到樣唔是像外口買啊，你去買啲 package 了，家己煮，家己 prepare 了係啲oven，了我到馬來西亞就用 oven 嘅嘛。哇 ，oven 是我 heaven 咯，我講。做咩事 oven 是你 heaven？我做 muffin，我做cookies 嗰啲。誒，即是你按照你捌到你 boss， 你捌到你 boss 到底應該捌到嘅。我攞去 travel 嘅時候有拄到。你拄到是到咯 ，travel 到底到嚟係咪國家？馬來西亞啦。OK，你有時個捌到啦，所以你轉去英國時是頭一道 expose 大嗰邊嘅。
英國嘅石話。冇啦，佢 experience 邊石話，那對嚟個嚟 register 舊年個了咯。OK。那個我變冇嘢啊，就個一變紅油。哎呀，唔要緊，先 modern 嘅人嚇，紅火係少少。了，因為我到馬來西亞我就講嘅嘛，我有個咧像I mean 我有隻隻咧無好嘅 concept 嚟 racist 啦，有個咧嘅查甫就應該做查甫物件，查甫做查甫物件。老頭腦誒。老頭腦誒，嗱，到似個 UK 時，人講誒，咁咧，這是個牛咧。แล้วติดแปลนโน่ติดกลายเป็นกับแล้วกูจะเสียงติงกูว่ากำกับสิโฮมีกี่其實是對我嘅 relationship 是不好嘅เนาะ係咪物件講我話有咧物件啦，你想講ติงกู你別使做一人嘅物件嘛，你搞完了你別做兩個人嘅物件不是好啊，伊無想講我講啦等人白絲絲對你有囡仔未啊？你有囡仔未啊？我無愛有囡仔，我就是囡仔啦。OK。我就是囡仔。你要正些咧interracial marriage conflict on 個囝嘅 method。咱個人囡仔個囝咱個人囡仔包甲真正濟嘛。零嘛，行零啊，咪是幾啊？無人囝是讀甲開過嘅，你看呢？零天成，有安尼 concept 啦，所以即係我會 friend 就是講我有 friend 有講過啦，有 conflict 咯 between mother-in-law 啊，like 一個就愛包甲上甲巴掌啊，一個是講袂使啊，所以。其實全部是阿嬤嚟做咩啊？其實對我嚟講，我感覺到真正是真歡喜嘅事啊，因為伊家庭啊，真少啊，無像我當人啊，哇！即家庭有即個親情啊，少啦，即個有無嘅樣特別，我一個我有一個媽，我一個媽，搞掂啊！是伊嘅即教者有甲無咧想。特別看無啦，佢哋是 family 爾，佢哋是。有講哇拖卡厝啊，哇嗰啲哇真係好嘅，拖卡厝嘛是安尼款嘅對佢嚟講。等下我個想到一個往蝦米物件，人嘅特別你感覺到你嘅成個你嘅愛情有成個講愛，伊真正感甲你對。即係要學你嘅方式呢？就是因為邊個福建嘅事，我講哇，你 special 啊，佢有一個邊個福建啊？哇！你們在邊個福建啊？Yeah, been to Malaysia 啦，往到 Malaysia 往本一站了。我有計講佢邊個福建有乜物件 exist 啊？好啊。你有成日講，伊成個我係紅，伊是真正怪順話啦。伊成日講。伊直 try to 為成啊為，伊唔是講，係有一種伊唔是 orange chicken 就是成個講，伊成個比我較 Asian 嘅就有一種嘅人啊，有一種伊成個真正有人是崇洋係，伊真正崇咧嗰個 Oriental 即個成個 Yellow fever 係 Yellow fever 有類似，特別我紅唔成呢，我紅伊是。特別伊真 respect 我啦，所以我愛物件，伊會成個講伊無事甲本好啊，伊會成講久久一擺，伊會成個陪我去食我愛食嘅物件，特別因是毋是伊愛食，是伊知我愛食，了無人甲我去，伊就甲我去。了伊若是有當時成個伊無咪是甲食點心誒，所以伊就我去食點心，就是叫我過啊，了規那裡我愛食點心嘅人我叫伊，了若是有當時吼，伊真正。我真正是堅持啊！嗬，那個叫無着人去是一對搞去哦。你唔是講有食，我是坐了看路。有食本啊，我哋叫你家庭物件去食。你無是個食，是無是個食咧吹物件。特別當你一叉燒包伊會食咯，就係叉燒包就係型嘅嘛 ，entry level 101嘛。你唔是 because of。我是看迄個位咧，是看迄個人咧是大囝，甲是細漢囝。一人
一人哦，一人啊，咁khó。了，如果有嘅人就嚟大囝較清早人嚟清彩淡薄，恁細漢囝咧是較大度嚟，我愛我位啊，我無插過你講乜嘢，恁有遐尼 get 就都明對啊，咁講。呀，tapi culturally 伊是，我講聽當今咪就聽到頭是แล้ว我頭就 first date 是往是去 Vietnamese restaurant，我冇就啲經嘅是講我拄好我未去嘅是，我咪是去 Vietnamese restaurant。你過一幾年後，咁會話，你講你去Vietnamese restaurant，是唔是你要 test 看我係用 chopsticks？特別係伊是唔是講為咗伊只 respect 我 culture， 伊無 maybe 無 understand 無 agree， 特別伊 respect 我 because of 我 embrace 嘅 culture， 伊 respect 你可能。所以我感覺就真係要唔是特特嘅 interracial 嘅 relationship 啊，無像咱參整嘅感情嘅成功嘅呢。你有嘅人特別想講嘢嚟講啊，本就係坎坷嘅咯。成個一年年賣啦，然後成個人講啊，我俾滾湯嚟啉，你伊都唔加食，你年年解亂咗，你咪是白你只逼伊，成個伊逼你，但係只 fish and chips 了。我嘅做法是講 ，OK， 我把你我搖我煮一個物件，你 agree 咯，你無 agree 你使食你嘅，你煮你嘅，我食我。我有本來我較濟時我要找伊本愛食嘅物件成，但是我本愛食，特別有當時呢，我人有想講，我真正要食咧，伊講 I don't mind 啊，你若是愛食，你家己去食咯，你我咪是家己去補咯，安尼看冇有啦，所以我食我伊食伊。了有時是邊個嘅接受下面本啦。你先講啦 ，OK， 想講你連食垃圾啦，垃圾啦，伊無屬個臭味嘛，伊會食，我個是未食，伊未食都是未食哈。我知伊 level 啦，所以伊成個我人 travel 做嘅時候，我去嗰邊食烘是，尤其對馬來西亞是，伊會問我啊，因為我 Would I like this？ 我甲伊講 No， 伊就無 try 咯。然後是講我懷甲講伊會會曉食，所以我就講你 try 時，伊就 try， 所以伊就 trust 我，就是講我講會使 OK， 伊就食。特別有咧，我查我係 try 嘅垃圾面，伊是在我只 fish broth 榴蓮你嘛袂，榴蓮捌食過，捌 try 過，特別伊袂食，小臭味。榴蓮會喎，我冇會，伊真正 suka。有人個 suka， 伊袂打榴蓮。伊是袂食咧。伊don't mind 你煮啦，即係講if你做臭佢進厝啊，伊don't mind 啦，伊 OK 啦。伊無 suka 咯，所以伊 don't mind because 那是我愛嚟講，伊本嚟特別我是無 suka 到出來入面煮一條味嘅物件，所以我煮咧，我煮垃圾，我煮過來，我嗰時到啲國口，我 backyard 嚟煮嘅。你不熟悉咯？嗰啲無啦烘嘛。了掛 outdoor 嘛 ，outdoor 咧樣都無樣出來人正嘅人都每都冚掉，誒無食個人咧，所以你未味掉嘅。了出來個口啦，了垃圾下面我都等伊那是無地時，我個只較煮嘅就是。我去我朋友厝，我馬來西亞嘅厝，樣但係我去煮垃圾嘛，樣個攤食，所以我去煮垃圾，看到了個味臭味，我厝。特別我講嘢特別伊食到只熱好勢哦，伊食熱哈，我食到我若啥正熱啊嗬，伊本會食好勢，伊再熱特別伊大漢食，我若啥伊到只熱過只馬來西亞長人我若啥，伊見食咩物件？伊見食迄個成個較重味嘅 Asian food， 成個泰 food 上食。伊suka 食越，特別伊個 suka 食越南米是湯喎，咧粉伊個 suka 啉喎，了特別了伊個 suka 食迄個成個nyonya 食番茄食一件，nasi campur nasi lemak rendang 一件。對，nasi lemak tu belacan 嗎？可以食。belacan。伊 suka 食誒 ，sorry， 伊 suka 食一個米粉，我真正勁食米粉嘅啊，我伊真正 suka 食米粉啊。哦。就是應該是伊 taste bud 啦，然後過來就是酸啊，滴酸，
迪笋，哇！你炒噶，佢真脆啊！你寫你臭椒香嘅嗬，成臭椒。哇！臭椒香咩？你伊特日煮，我講我係死誒，特別嗬，你知唔知臭椒香？臭椒香是迄個伊你無 fresh 嘅膠椒油香 ，fresh 嘅無臭椒香咩？冇啦，I don't think so。I think 特日不是安尼款炒噶。冇 fresh 唔是講我伊買係一批 fresh 無 fresh，有兩種嘅，一種是 already processed 過嘅，有一種 fresh 嘅滴筍是成啊。把滷甲刮出來，就啲一滴下面拗出來，你就撕一皮啊，嘅切嘅家己，係你無味嘅。我即個我人啊，嘅嚟煮牛奶啊，滴筍牛奶啊，係你真正好食。一縮縮縮咖喱薄薄咧，特別你若是真當金 can 嘅啊，你買一瓶 box，還是一包一包，就啲等人店買一包一包浸入水啊，係你只炒就破嘅。下半年 can 你有炒咩 ？can 你乜有炒？冇炒啦。一煮米粉甲湯咖喱筍，哇！未當未拗。interesting 哦，奇怪哦，英國人佢會食這筍哦。係啦，阿龍咯，我呢卡吹我看到，白卡吹看到。哦，是啊，夾帶開始。嚟分析卡吹，冇卡吹嘅。阿龍，依個冇看到。阿龍，你冇看嗎？阿龍卡吹你冇看到啊 ？expose。แล้วอารมณ์รู้ราซาทำไม่มีเกียร์รู้แต่มารู้講句นะ行啊，สุกัดเจียแล้วแต่พี่รู้ใจ講รู้เกียร์เจียแต่พี่รู้ใจ講可能韓國人冇สุกัดเจีย還是รู้愛感情愛情冇สุกัดเจีย有冇สุกัดเจียใจ講有冇สุกัดเจียรู้เกียร์เจีย啦รู้ใจ講รู้เกียร์เจียแต่พี่依然冇สุกัดเจีย咪嘅。Actually 有隻韓國嘅物件，我是個食，特別對方無是個食嘅。哦，不有人款嘅情形咯。哦，不肯嘅情形，不會拄到嘅情形咯。養隻奇怪就對咧啦，咪講就食啦，養隻奇怪就對咧啦。養隻物件該善啊，該善啊，佢上物件誒。查某寶，你是個食蝦米物件？你頭先講幾條湯嘅無是個食誒，但是講是白種人啦。你下只就蝦米物件，伊人你再講你是個只，伊無是個只。你是講未白路啊？啊，阿文你經驗過啦，你蝦米物件，你經只你意思樣是無是個只。香港當時會過達到伊講食咪我是蝦米三百不食嘛，我嘛 OK 咯。แล้ว當時你嘅食飯啊、糜啊、雲吞麵啊，迄種物件是，伊都未食嘛。就是迄個唐人嘅菜啦，伊袂食了，然後就袂爽啊咯。特別你袂想講，你伊會實講，你袂食 ，OK， 你食你我食我 OK 啊，伊 OK 啊。你家己袂爽。OK 啊，特別係啦，我家己袂爽啊。食一道會死吼，安尼好食物件。特別對你好食，對伊無好食咧。係啦，我就是講 baby 你做戲食淡薄本好嘛。你做咩？你使去你等下你坐位食嗬？你叫你伊叫伊，袂使咩？嚇？你但是你去example 你去食雲吞麵嘅店，了有蝦米物件通叫咧？雲吞麵咯。跟住你叫雲吞可以啊，錢嘅。唔係雲吞麵，食雲吞就咯，食雲吞就咯，咪麵咯。伊就是無愛去啊嘛，咧我就是袂熟啊嘛，咧你讓我少落死咩？你嚟 compromise 物件啥物咧？我無是干啥物，我無愛問伊 detail，但比我看伊面，伊上甲垃圾上甲我隻屎安尼看住。哦，這個我愛去食物件，是食咖喱嘅，是食咖喱嘅，食炒嘅，食無好食嘅。買斷咯，就是 only compromise 咯，兩人買斷咯，不出食。看到你垃圾當時食物件是，伊唔是為了食物件噶，老實講，伊賣尿話，就是真食物件賣尿話咯。哦，食物件賣尿啊！若是食物件賣尿，真食物件不是賣尿話，姑姑都會發現了咯。哦，對咯。會講我係情形好一步就，有陣時講我係食這些實質嘅物件會厭尿，特別咧嗬，伊就食個少淡薄啊咯，係咯，伊個咯，我講你再講伊無時間食。嚇！你會多就會講，你就是你咪無時間食咩講？啊，無我就冇食飽了。
我怎么講笑出來？這都是我希望嘅咯，我仔咧講埋。哦，這是你希望。是講你無個隻本好，你地招你地你你做戲後我看，老我唔看。你老蝕嘛？你愛整老蝕嘛？咪做戲嘛？特別只阿嬷先。你話阿嬷意思講，唔是，你講咪講阿嬷甲長人啦，咪講安尼會嘅口水啦，你講上嘅，阿舅人甲阿舅人啦。然後有咧，伊真正順甲你驚了。你講嘅事。然後個個你無。係咪問題啊？你係咪問題？其實你成日伊無係你安怎講啊？伊無，你覺得伊成日伊無 show 咧伊嘅家己 real identity 是唔是？你係咪人哦？咁樣人仔日本人安尼款，伊係咪物件冇嘅嚇？你都唔知伊只是暑假，但是無暑假咧，我人無暑假就講無暑假啦嘛，無做。日本人真正。你講笑就無暑假，你個袂笑誒。姑姑，但袂使 say no， 伊覺得袂使 say no， 伊覺得叫 rude 咧，你個樣culture是安尼看咧。變做我成個小人吼，直直問伊講，你說，我食一個，你說。我係安妹呢，成日講伊陪我去，我知講伊無暑假節，我知講伊去係咪是無暑假節，特別有當時我家己演講嘛，我知講去陪我去陪 ，make sure 拔刀嘅時，咱特別有機會成日伊有當時愛食嘅物件，我無想愛食嘅時，我問講 OK 啊，可以去，咪特別咪做互伊看，講我無咪愛款啊，因為我知伊是硬。伊家己成日知講伊無咪暑假節，特別為啦，成日應當伊食Korean food，我知道我就少食韓國餐咗，然後我特禮拜六要去食韓國餐咯，一食個一驚咗，然後伊就OK 啊，我係真係聽伊口氣啊，真20幾年，我就知伊OK，伊就是個 boss 啊 ，before OK 就是再講伊無咪暑假誒，然後有當時我家己愛，所以咪無插伊咯，單講我，然後是去食了，但到伊愛食嘅時，咱咪是較順呢隻塊伊愛食面。特別我講日本人嘅恐怖是講，你做掠無球，講伊是暑假，還是無暑假，無所好你看嘅。就是嗰啲南面燒咗，就是特別龍講嘅很。我去普羅者啦，係我嗰班我哋邊邊時，我知道有一邊嘅 show 是日本嚟嘅，係啦，伊日本嘅 show 係啦，伊 local 啲 KL 咧有一個查某，伊是個。迄個叫咩啊 ？Japan Foundation， 所以伊是規個官方嘅，就是講一個 government 嘅一個 body 嘅咯，日本過來嘅。係啦，特別迄個查某是大啲馬來西亞10幾年嘅，所以伊真識，伊是真正 open 嘅人嚟，伊是日本人裏邊咧真正 open 嘅一種嘅，所以伊because 有 exposure， 所以就講咱馬來西亞人咗日本嘅人咗，伊明白咗。所以 cross culture， 我你去了啊，一個要被趕 back 了，被對 KL 咗。所以你就甲我講話，等陣你去了就會了啦，就1點半。一個樣1點就準嘅，日本1點就準嘅。對，1點半，讓大人自己裏邊搭好就咁樣聽 ，OK 哦。然後我讀一個我是 manager 嘛，我咪接去咯，1點半。然後往啲咩人補做得物件，本橋家己嘅物件本身。然後我讀行自己大會，去為迄個規定嘅日本啦。我每樣 OK 哦，然後物件覺得好笑，所以我得好笑哦。大丈夫ですか？我每樣 OK 哦。迄個話術嘅咧，本身人家是講，係，咁咧 OK 冇問題，咁咧我都想我得個，你講冇需要啫，咁我咪冇去到，就攞到可能啲冇影到個見面啦嘛，我對 office 做一邊嘢，佢就我走過嚟問我就，我就我唔是講英文得個超咁樣聽咩話，特別我自己冇影了，人講冇需要嘛，係你講好 ，no， 因為人是日本嘅大波嚟。ยังบ่可能咁樣講，ยัง需要幫助嘅，ยังบ่可能嘅。That is why 我成舊大人講希望人係大，即我是 OK， 我係大出去。我自己每日伊講冇需要，後來就我講伊是安尼款嘅，你點樣硬係大個招嘅？日本嘅大波是特別安咁樣講嘅。我咁講咯，所以人哋咧比較少啲心裏邊嘅咯。係啦，恐怖咯，只係恐怖人。你講真係咁講做朋友噶啦，老實講。伊成個正咕咕類垃圾，伊成個成嘅你看呢？特別你話袂使講，你安尼嘅，等住起哄嘛？係咯，我有一對嘅，我啲邊個時我教福建話就邊個福建話就，因為有一對嘅紅婆，伊紅是其實是台灣整，特別咧嗬，
伊是住伫日本出世，伫日本大汉的台湾人来的。係了，就是伊本身日本嘅心、日本嘅腦、日本嘅人嚟，特別伊嘅 background，伊家庭嘅 background 是台灣啦，因為古早台灣是和日本管嘅嘛，所以日本只有係台灣人嘅，台灣人嘅後代啦，係啦，伊是其中一個咯。哎呀，後代。對啊，對，係啦，伊咧嗬是娶日本婆咯，因為伊個嘅本身日本人嚟，伊是 just 拄好伊厝內邊嘅人是台灣人爾，所以伊本是日本嘅，特別伊嘅想法較無相咯。咁我教學嘅話是，我都發現到就條嘅無相嗰種，即教咗我教人解釋嘅物件。咁其中有一項咧，我講我講日本啊，樣就禮數咯，讓就注重讓嘅可能 manner 啊，然後就係table manner 啊，行路尾嘅人行禮啊，就係禮數。係啦，伊翁。就看到我講吼，你感覺到日本仔真有禮貌，叫我是啊，因為你唔知講日本仔是蝦米人，其實是因為你無明白，OK， 伊家己本身是佇日本出世大漢嘅台灣嘅種，特別咧伊看會到嘅物件咧，甲本地正日本仔，佢無相，伊看咧較明咗，伊講日本仔嘅禮數咧，甲了是做互女看嘅。人講正嘅日本仔咧，可是真正無禮數嘅。人咧可是無佇咧面前互你看，是因為人要顧掉，毋是家己 image，人要顧掉規個 nation 嘅 image，人即係出世度，安尼看你對互人洗腦就，你做蝦米物件，你特別別寫衰咱國家，別寫衰咱嘅人，人接落來度有遐個想法咧，所以蝦米物件聽，愛國嘛，伊毋是愛國，是愛變啊！我講。所以講吼，日本仔佇咧面前甲你講不要緊咧，其實是真正要緊嘅。嚇，伊敢若是騙你嘅，伊家己本身我甲我講，你袂使相信日本仔講嘅物件，伊家己本親嘴甲我講些物件個。我就講伊樣嘅人啊，你去國家，伊毋是真係排隊咩？蝦米物件排隊，然後真有真正 organize。然後樣出國呢，嗬，無排隊啊。做一些人排隊，也只係排隊啦，插隊啦，咩個咧做個咧。這件件本啊，在日本啊，我孫啊，同佢在日本讀冊嘅嘛，所以伊嘅朋友吼，girls啦，查某個啦，吼，因真奇怪，我嘅孫啊，吼，在學堂為幫曬嘅啫無，所以講查某袂使在學堂幫曬，咁我嘅孫啊講，幫曬佢女嘅咩？因為如果仲有女因為咧，嗬，查某幫曬嗬，袂使臭味嘅，隔壁幫曬隔壁會當晚袂使味道嘅，即係是一個 manner 曬，所以人就係關處幫曬嘅，一幫咗咪有聲嘅。伊唔知伊邊度做聲嘅，伊係馬家伊愛帶下你水出來，樣貌家。唔知，所以日本嘅人民同佢有 music 嘅嘛。真爽嘅人民，我真係識跳。music 就是講你愛出愛拔刀入水嘅，小聲了。小聲啦，哇！我前晚講，我即係叫日本留意嚟講啊，叫我日本留意嘅日本硬嘅。是啊，我前晚就講你大行咯，人嘅物件真係好笑嘅。哪個頭家走去度呀？幫曬。就是講去幫曬啊？你頭家做小事，走去就走去幫曬。我走去入水。sorry。你係話你 caption 你咪咗，你 caption well I thought you had 3。我走去入水。冇錯嘛，阿張大哥入背了，要幫曬嘅嘛。其實佢冇使冇辦過啊，當然我是到啲 phone 你拍入嚟啊，我另外一個 camera。看到你 kitchen 啊，到我 kitchen 嚟，แล้ว嚇？哦，冇，我都看埋啊，冇tomato多，น้องไปเดี๋ยวว่า佢呢邊咯，等我變，按照邊個嚟啊？哦，嗱，啊冇為 tomato 在攞長沙攞西嘅字。阿妹個 pepper， 即是我見面嚟聽嘅。honey pepper，我冇清楚。bell pepper。我今日以為是假路，噼里啪哩啦。
呀，你一礼拜你去。我講物件講，等我錄去樓下先，講就接着講。cleanliness level 有影響到無咯？你 interracial 嘅 couple。Like you know，人覺得這是加垃圾。你只 personal 嚟，應該冇計 race 冇關係啩？這冇加 race 關係，我係boss 嘅垃圾。特別英國人只垃圾咩？唔是咩？英國人冇咁事。我未去死啦，我做阿三咯，咪都做羅仔。你是波嚟嘛？你講。係啊，我是波嚟嘛，做羅仔咯。誒，不過點啊？阿三咯。點啊？誒，特別我昂是清氣咯，我叫厝啊，洗物件嗰是我昂做嘅。特別有咧，我有讀過有咧白啦，伊成個我落上班咯，他們咪會食嘅。啊，有冇食物件唔是清菜。我是講是伊是老房嘅情節是講就講阿某人有誒伊是講是清嘢入厝誒，咧有誒是講袂使誒，所以意思就阿種喺結合者阿某啱啦，可能是講伊是講是清嘢入厝啊，所以實在你講袂使。人嘅厝特特在袂使清嘢，所以會講嚟特都清嘢啲厝啊，可能嚟。無呢誒，你看啊，伊買厝啊，伊買厝有夾筆嘅啊，伊清嘢無插銷，到一邊啊，伊塗骹無夾筆嘅啊，馬不頭嘅，無清嘢。你講一邊都應該清嘢嘛對。啊。特別我阿沙時候清嘢有這個問題，對我嚟講啦。這是成個 OK， 人在咱當今這個產整嘅感情線咧，人會即愛整。如講，到底是該整嘅是感情？愛整。如有咧物件你會 compromise， 有咧物件袂，成個你特別，你問講這產整無產整啊？你無產整有當時你咪特別聽 negotiate 嘅，你會愛整嘅嘛對。有的人是生意是安尼款的，伊自家安尼款的，然後你當然做要做隻大，你就咪特別參詳咯。然後無清嘢呢，對我來講，係到處若是清嘢啊，我有可能會叫伊 consider 買清嘢咯。特別好個就係我啱做到處無清嘢，所以伊一落來本是安尼款，伊有清成個人來我嘅厝是伊無叫伊人買清嘢啦，特別。伊家己到處是無清嘅，特別伊較濟我爸嘅朋友，伊袂叫講歹勢我無清嘅到處，伊袂甲朋友啊，甲是迄個contractor 人啊，做厝人啊，嚟做 internet 人哦。我迄個是比較緊，我是 why 什麼事？是毋是伊覺得加入吼，叫人買清嘅？哈！我伊大甲我曉，伊對我嘅款是明白嘅，講做真大。特別外邊嘅人曉，你伊買啥叫伊即是伊人有個人，毋是講人嘅教則，我嘅教則是對嘅嘛。你特別就講伊人教則是伊是 feel 到講伊無需要，短點先無需要去上去假人，你看一律使討論嘅，看。特別較濟人白往較識嘅人咧，樣會冇嘢。伊成知講哦，你接來看，隔離我無清嘢嘛，所以伊人對妹我條偷嘢哦。我講你個技術家，你買偷嘢本唔要緊，你個技術家啦，咁樣看怎？了有一項好個外婆啊，伊互我結婚啊，我定估數婚嘅嘛。哦。找真正濟年嘅 solution 去解呢個婚啊，我未必無想過啦。未來伊個講你往背對去 UK 啊。因為講我就講 OK 啦，我解有款啦，先未考慮買呢把。แล้ว我想講伊爸嘛是無數款嘅人嚟嘛，對，嘛對伊要找伊爸嘛話要陪一啲陣，梗係伊爸嘛數款嘅人嚟。你成個掉佬啊！你掉佬佢，伊 maybe 就是伊家己無數款條。伊無啦，我無。你即係人啊，爸母數款嘅人啊，伊若是安尼啊無數款啊，伊真正無數甲數款嘅。嗯。特別為咗好款啊。係啦。
冇啦，我為咗結婚，我落行考啊，即兩年入邊哈，你當然 still 有成個見結咯。婚，結啊，我有 solution 啊，我食 mushroom 啊，所以老婆 OK 啊。哦，只 mushroom 是咩 ？mushroom 咩？high mushroom 還是食你等人嘅香膏？我有 solution 啊，我本貴啊啦，你行考係點先？哦，OK，所以你啲 shop 你見過你經過啊啦，你見過呀，啊？見貴啊，冇啊，你冇得見起啊。見呢？點先過啊啦？食行考啊，你有嘢食行考你結婚就幾年？7 years 啊。 ？7年都夾嘅啦。OK OK，แล้ว你個想看過蝦米物件係以你嘅愛情嘅方式，你是屬解，你 appreciate 你人嘅culture。伊樣嘅花真正水，真正棒。講人跟住講話，講人。我講伊 culture 啦，咪講伊嘅國產。有影嘛，伊厝嗰啲花了，哇！成個樣嘅 culture 係咪？成個我啦實掉有當時，做咩事我感覺到，若是講我有淡薄影響，有英國啊，唔是英國，有外國美國人嘅方式參加，免講美國人啊，阿某國家，甲人當人嘅無相嘅物件，參起來啊，有啲物件我是成個我會攞面本用咯，有啲是用時是用你用當人，有啲用阿某嘅看法來看，攞行參起來本會啊。我是屬甲伊人誒，成個想做款淡薄攏去日本啊，迄個伊做互你看誒，伊會咧數啊。你變做我啦啥正假咯，迄個款。你 of course respect 人特別高個一個地步，你特別 respect 人，你特別尊敬人，特別你本別使成個講甲有影，真愛需要物件本講賣，了個來後尾講。無，其實我是袂你打塊手嘅可能，但係嘛你我都感覺都上過分了啦。我拄着嘅問題是頭來時，我唔知伊culture嘛，然後成日我佢拍攝日本佬啦，拍攝啊，免啦，不要緊啦，假啊，有影伊教你免咯，是你直咯，你講埋嘛？伊成日 OK 講來食你我都要愛食，我感覺到我夠講啊，我免啦，即係咩嘅？喂，特別人嘅理所啦，我條線咧。有伊明食飯機啊嘛，我就係講免啦，因為累嘅問題嘛，免啦，無累人。然後有影是免咯，係咯，係咪免咯？樣是每條路樣就是你愛嚟講嘢就是比較路人咯。你 opinion 真重要。伊是會使講是上講人在馬來西亞人行累啊，食了飯啊，殺來殺去啊，遐尼啊，真香港。然後講嚟，見到馬來西亞人談朋友啊，去食物件啊，等人講，我考慮啦，你咩啦？我考慮啊，你culture啊，我考慮啊，等無人有嘅事就講我同我講我食累啊，人家佢一個講我考慮呀，無人是未講嚟白你啦，我考慮，未啊，肯定咯，有嘅人係culture係肯嚟殺來殺去，你真係馬來西亞人啊啦。但我愛考慮，你講咩？我考慮咩？我考慮，我就第一學。我係玩我硬嘅，我舊硬我直接 confuse 就 ignore 呢嘢。because 到底一做只 confuse 只 uncomfortable 佢都知哦。我只項物件就是定咗我對佢教應嘅事，唔是我對佢，我對佢我係順我係即係查某孫教應嘛，然後。到啲馬來西亞對起我咪是依家我翁家我伊翁媽啦，做隻去嘛。然後我就講紅包，安怎包紅包咯。然後我講我叫我 help 你啦，是去教是幾時學紅包是學住住。你講未？我是學紅包是要學伊個 wedding 夾波喎。我講 actually 你包紅包是要包學伊個。
爸母，แล้ว我其實個學伊個包，那是會包學伊爸母，一隻 confuse 在哦。人家就是包紅包，佢是包學伊爸母，就耍嘛，幫貼請貼嘅人啊。是白色啦，是看最聽誒，伊個迄個貼嘅寫講吼，我知是哈呐，貼是伊爸母貼，伊是爸母查某邊貼，查某邊請你貼查某誒嘛，請你咧是寫查某誒，睇到是名聲。都係你紅包就係學爸母，其實佢一個講咧個 modern 咧，曾經咧是佢哋夾包請路，所以你夾包嘅名請路，伊名是寫好定寫的，你伊是請路，佢哋紅包是學你夾包。啊，特別頂到是諗埋頂，諗較就是同我夾包請我唔捌啦。我較濟是本是，最早是爸母請，對，最早是。所以我講包紅包是，伊講特別是 wedding day 是好，還是 the day before wedding 是，還是較自私。我講你，而且免等個 wedding day 是你使傾，較早幾日是其實對使好甲伊外子誒 family 誒，還是哇！一陣間 confuse，我特別 conference 啊，我去個 hotel 嘅時候，我特別伊講。你特別，伊講我唔知，到底又唔知怎，然後亂，你特別來教我講啊！食飯請是有好嗎？唔是啊。無，你若是講是頭前國口 entrance 是好嗎？但是你唔是 family 啦，特別往 family 往外啲見面，你知啊？往外啲到啲，你知你想講你外啲拄到教學邊嘅處事，你使較早紅成學紅包嘅嘛？你免講等個教應節嘅好嘅嘛？喏，你紅包哦，是不是？我教嘅波是無請啊。較應。那個你啊，就啊，其實講，你教你紅教應啊嘛，是唔是？你就係學攞嚟紅包嘅喎。用 culture wise 說，你就係學攞嚟紅包嘅。你是請嘅，你是學你順啊啦，如果你打比分嘛，你對分較懸嘅嘛。你是旁地時嘅學誒。旁地學你一道 ，yes， 旁地學你一道。你紅咧不就係學上嘅對上嘅，你看咧，旁地是一道學。就請整時未熱門些，佢就到學。冇啊，慢講面慢慢等啊，學落到。是啊咧，是你看咧，靠咗我就你看咧學落到咧，一個是盆底紅包，嗰一個是請紅包。嚇，冇我實到嗰啲 ，I think 上個了學。實到嗰啲啊。嚇，誒冇盆底是學外順啊，แล้ว包紅包是包學伊個爸母。伊爸母請嘅時候，明白哦？讓在到馬來西亞。你出來陣咱無請啦，你sister無請啦。我 sister 請啦，我 sister 甲我 brother-in-law 請咯，所以我人咪是學包紅包是包予伊人咯，特別像旁地時嘅類是學我嘅孫仔甲我即係就冇孫嘅人啦。對，安尼啊，特別我人教應是，我教應是個旁地 ，because 我感覺到佢哋講要緊咯，所以我旁是我旁學，教了人啦，教了爸母，教了咯，因為我翁是伊細漢就是伊個 parents separate 呀嘛，然後伊個媽加伊個媽翁啦，伊個爸嗰啲貴姓咧特別伊有一個伊爸嘅母啦，所以往請往包紅包是無旁地是旁學我嘅爸母。伊個爸、伊個媽甲伊個翁甲伊個爸下母，伊爸貴姓啊嘛？咁我三個 family 都辦。你在面數講盤地甲佢哋請無相無 ，especially 上個講 OK， 你是 close relationship 甲你順仔嘛對無？伊是大部分佢在請哦，等於是大部分嘅，伊都是大部家己請咧，甲是講伊個爸母請咧，你過來看包佢一個紅包嘅。所以就是說人分落嚟，一個是零底紅包，佢一個請是請紅包。我順仔教因我唔就咁包，你是家己，actually 是上嘅啦，你 budget 你就時啦，你500塊，你550差嘅半啦。你上我盤頂時，我順仔我嚟買一個紀念，可以嘛做隻 memory 咁咯。紀念啊！我是講到馬來西亞教員是真係排名嘅數啊。什麼數？這樣子。
即procedure 你要做，你要一邊走一邊走。你我每日看啦，我每日即係零毛，你零頭毛，你若殺掉，你若是講教因無請酒，到底馬來西亞你會成個感覺到你真正人看你成個，哎呦無請酒那咯。落死哦。哦，對你出來人感覺落死。對，我出來人，我本是坐按摩人嘛。我攞你個本是，我攞你個店本是個國人。哦。So I mean，這是看你或者看你嘅 live 咯，你嘛是你去接受無接受啦。特別我I think 我對去 Malaysia 個 celebrate style 啦。if 我有趁錢啊，唔係做工啊。OK， 我企你其實你幾幫貼啊？我寫等就冇啊呀。無多病啊！你喲，我只是個只，我只到你咩叫實只你500塊到嚟只咧喂。我病嘅。500塊一到一只啦，辦機呢？較辦機本有啊300塊喎。我想我食早餐呀。早餐其實本好食，特別我只是個只你食到嘅咩喎？阿 John 啊，300塊兩人一道。嚇！哇！爽哦，300塊。特別當叫20人就兩人兩人就多是半成米啊！往尾搞一下節時，邊尾吹個人多嘛，攞嚟測試啊。對。我下嚟行課嘅話，直接往錯，我自己本身錯。你到底馬來西亞位啊？咱唔係說啦，我無甲蝦米親戚講嘛，我厝嘅人有好多。你厝嘅人無到邊嚟？無到邊嚟嘛？個朋友係咩？有隨朋友咯，落尾佢隨一個國朋友加一個本地朋友。哦。你講過拉薩嘅蝦米物件是較成個講，你成個無相嘅想法嘅物件。咖喱愛整，其實咖喱嘛無相嘅。真正人甲人無相，毋是我係咪即係？伊看嘅物件，我無興趣嘅，我看嘅物件伊無興趣嘅。係咪？迄個無關係㗎，人嘅講方式嘅啦，即是實在無相人嘅。人甲人，你方式無相。因為你對人，我有誒。成個較方式無相，你在講是伊嘅。方式無相是因，我看是因像啊笑，像伊我講嘅笑話，真正無好笑都唔係笑，不伊嘅笑。English humor。English humor 咯。但有那嚇講出，等我想看有蝦米嘅方式無相，是 culturally 無相。有我感覺到成個講等我想下，我係咪物件無相？特別如果我一年我冇咩記啊 ，because 我有啲成個正 adapted to 伊變嘢款起啊！唔是，我唔是講變嘢款，我成個意思啦，我順利啦嚇，你一變做成個冇咩曉得有係咪物件，我特別成個做無相嘅。即我感覺就是我自己變啦，我自己係你改㗎咯，because of 垃圾。變垃圾條。伊樣嘅衫無字嘅啊，唔捌字。無寫了，伊有倒把你來穿嘅喎，這是我聽人講嘅。我唔係講。有啊，有啊。我細漢嘅時，我12歲哦，你年紀嘅時，我嘅同學啊，伊嘛，互伊去食烘咯，去外國食烘咯。因為伊迄邊親戚。伊一人啦，伊嘅親戚佇遐邊接伊安尼啦。了伊對來甲我講啊，我嘅親戚佇遐邊做陸軍嘅啊。了伊甲我講啊，迄邊查某真垃圾嘅，甲咱人真垃圾嘅，樣嘅衫甲咱倒變過來穿。你無洗，像個一面穿啊垃圾樣變過來，地課本會安尼款。這我唔敢講啊，這我唔敢。佢冇 Q 一下定嘅，你冇特別聽啦，別聽。
呢個我嘅基本先都係垃圾嘛。個基本邊個嚟稱 ？OK 啱。我邊幾刀？攞刀嚟啦，攞邊。辣刀啊！喂，等陣辣刀，安在辣刀，安在辣刀。邊嚟個邊期去打個邊佢啊？頭整下杯，那邊一個頭整下杯，有邊一個咩？英國，我捌佢，我唔知。我捌佢一個英國嘅查某吼，伊無practice 天個碟毛啊。你冇有睇我？天個碟毛。這是正常嘅，大人不係 practice 嘅，唔是咩？無有人英國嘅查某，伊個碟嘅毛無天嘅。呢個唔是跟中國嘅查某無天。英國人嘅問題係咩？你咪有個問題嘅國家無國家嘅問題。有咧，像個阿摩人嘅國家，阿摩人嘅查某吼，十里啦先吼，10里個了天個碟毛嘅，用 shaving 嘅，伊是一個嚟。實際在馬來西亞人個查某冇天個碟毛嘅，我捌嘅古早我上大澳時嘅。英國人嘅查某，伊無 practice 天個碟毛誒，因為全部穿伊才開起來，哇顯氣啊！袂關事咯，我唔對你無話你看無嚟，你個我有妹啊，ลูกตัว shaving 關係咩？你個這個媽媽人什麼？有啦，你個 girls 嘛？你講咩？我講我冇你講啊，係迪哥拍嗰啲佢哋做呢？你把一個英國查某，咁樣英國查某是無題，就是人咱。特別中國嘅查某是無題嘅，中國嘅。冇了啦，國嘅真係到了。你不要講英國嘅木瓜較大粒過馬來西亞。冇啦，講中國嘅查某無題毛嘅，真係恐怖嘅。唔是個冇咁了啦，頂。冇咁了啦。喂，我看佢一道啊，有一道第個你嘅時，就是較歡喜去食飯嘅時啊，去下咧island 嘅所在嘅時吼，咁嘛是去下咧多嘅款式個去水準啊，水上班，唔是上班係 speedboat 啦，反正出去甲食一人嘅嘛。然後你中國波吼，伊嘅受水少淡薄冷啦，然後伊人家攞嚟擺下咧樓梯嘛，攞嚟。Keep from high 啊，攞白起嚟做嘅事，攞白下你樓梯起來，一看白起來，歡喜叫我看，哇！我一卡下，是講一卡無天，係炒掉，一卡一下冰啊，哦，個碟呀，個碟，唔知個碟個，哦，薄膜啊，下冰無天，等陣 OK，會淡薄，我知啦，會淡薄咧，停佢哋 shirt 嘅衫，你隻 shirt 嘅衫夾到啊嘛，對唔對？And then 我捌係隔了嘅口邊嘅查甫也有穿下邊個 inner shirt 嘅嚇，因為覺得咧查甫領頭點出來咧是只無唔只歹看嘅，所以有嘅查甫咧也太熱點聲韓國人嗰隻無太熱嘅點聲因為佢愛穿 shirt 衫嘛，因去買下咧查甫嘅呢個涼面嘅涼去。都咩？阿摩拉姐都奇怪，你看你冇上紅燒，哎呀，應該會阿龍嘅，阿龍個困起啊，我咪拍定落去啊，嚟就玩啊。我講我哋我audio嘅是勒索啊。但每路伊每甲我驚啊，是 Hello how are you？ 講OK 啦，我 OK 啦，我 I'm good 啦。乖妹 ，hello how are you？ 你唔是冇 expect 都答伊嘅，你冇 expect 都答伊。係冇 expect 嘅，伊just this is 你。Hello 你好，我接掉。想阿摩人啦。I'm good。呀，想個阿摩人啦。特別會第時，特別話是只 awkward 嚟啦，係咪啊？哦 yeah I'm fine how are you？ 你個妹就對呀，一個講哦 yeah I'm fine how are you？ 你會諗會見。冇講爽嘅嘛？係，其實講爽嘅，特別我係講句落刀啊，時就更加就快寫啊！嚇呢個聊個 non stop，we're in a loop cut。
你知道 How are you? Oh, I'm fine, thank you. How are you? 你個 Oh, I'm fine. How are you? 個每度對你係先就試啊，你錄咩事？你試啲快啊？From 外婆朋友我本我就這邊嘅像我講煮食啦、baking 啦、做 cake 啦、做我哋個料啦、roti 啦。其實是只英語物件啊，是 Malaysian 我講緊你坎坷咧。冇關事做。冇關事做。แล้ว其實是佢條 recipe 件啊，然後原來就係咁樣。補物件。temperature。補物件人抓數，所以冇去補啫啫。我冇補。抓數補一處抓啦。แล้วบรรลุตัวกอกแล้วจูตัดจิตจู嗰時我係 favorite 啦我本是個จู你煮咩啊你家姐煮咩食阿嬷食還是特人食 finger food 啦就是個料落 oven 啊個料可以煮了有叫我落去補就好啦แล้ว我是我個去煮伊特人食伊係睇 curry 你啊迪孫迪孫加米粉，迪孫加米粉。誒，反正我冇食隻迪孫，你隻炒嘅成個西面。迪孫有哪種啊？我講，是你似，你是炒椒破誒，我唔知啊。我食到嘅時係你菜粿啊，你紅哥佬啊，伊講。即好料嘅迪孫你愛夾一地嘛，我 OK 咯，夾對去。是我每晚買做咩有嘥嘅，成個雞卡出嚟。誒，雞卡出有味咩？有啊，嘥嘅味。我食過鴨嘅卡，所以冇少少食。哇，嘥嘅味。你是伊雞卡出我冇食啦。誒，我食緊食雞卡出嘅。我看到尖尖嘅，我唔敢食，我知是卡出嚟嘅。哎呀，我早知雞卡出食，好食。雞卡出喲，我叫住我訂雞飯嘅時候，我特別是訂20粒、30粒雞卡出。啊，我呢這粒咩？你就訂早起訂幾日咯，燒下咯。我是個食迄個殺嘅卡出過燒嘅卡出。有炒，冇炒。油呢？我是個食油哦，冇炒嘅，你。你阿冇愛食。卡出，別，阿冇啱未食夾出，阿冇啱。反正你切了，你好一隻啦，你家講只卡出嚟。我一知，你往特別一隻，一第一件，第一時間食嘅物件 ，one of the things， 不，等住我把門呢，一隻是個食turkey 嘅 roast turkey，但我係真正叫做 roast turkey 嘅，我 roast turkey 真正好食，真正 juicy 嘅，然變做我同我去伊嘅厝 family 過 Thanksgiving 嘅時候，是我做 turkey 嘅咋。咁咧 even though 我唔是美國人啊，定到時，唔是定到，我唔是出世美國人嗬。我煮嘅時，我特別是turkey是我倆手煮嘅咋。因為伊turkey嘅卡開機卡出是我食啊特別。大咧，嗰條卡。好料呀，嘅卡吹，特別冇我加掉伊隻係咩物件？往家迄個伊特別煮雞湯嚇，煮雞湯要往自家用迄個即打嘅肉嚟煮嘛，打嘅肉嘛是有一啲皮咯，伊就貼伊皮啊，我解，我講你下到啲 oven 嚟啊，แล้ว下迄個 rack 入去啊，入去補啊，可以搖嘅แล้ว出來啊，是變咗咖喱嘅，可以上把要破呢嗱。咩雞皮本嚟啊？喲，你冇做過呀？我唔知，我想雞皮嘅煎。煎乜嚟？你嘅係點煎乜嘢啊？我表家屬個隻把要破，較好食。我們是個隻把要破。喲哈，แล้วก็有整個一個我是感覺到我來到美國大嘅時間有食嘅物件是steak 咯。steak 我冇食過做 steak 嘅，喲，你食過吧？你拜觀音冇食過吧？我食，但係這邊馬來西亞嘅真濟機會，你食到定嘅冇食。哦，哇！哎喲，我當時想到個要食，喲，到底老頂我頂住把你個俾三地嘅好食 rib eye。咪講咗啦，見啊，哎喲。rib eye 嘅好食，我講聽我得煮，我夾你。
迄個啊，我記啊，去普羅去啊，去普羅啊，去普羅。冇啦，咱講啊，冇接嘛，咱講冇接。我落一試驗證啊，我幾夠石啊！I了，我都不到腰尾都可以接尾。แล้วก็อุจเลยrib eye หาลูกแกขี้แห่เลยสูวิแล้วแกจุกupdate temperature หาลูกแกขี้ปูจะว้าเป็นก็好似อันนี้ก็定咩300隻ก็ไม่食氣ก็好似ก็พัง我到時候要食特別係最近個 cholesterol 高冇咩你我自己暑假食咧牛肉油嘅咋即係油我暑假食我都講起無人啦，伊上個伊較會寫較懸了時伊會寫較長人款，愛食較清淡。無這回事嗬，規樣是無這個物件，無這字嗬。有 I think 有人去有時樣成個要食 soup 跟食 salad 你看到老人。食 soup 跟 salad 你有嚟老人。唔係講係你設備就會講貴啊 ，maybe 40是50呢個。40個時候成個話你去食啦，40。我咪是差唔多了。是，安尼我去食是差唔多條關咯，當然。定到我免呢，定到我。我咪講路啦，咪講亞洲嘅人講下你。冇啦，有本啦，特別有當時無像當今個有咧是 low carb 啦，就有咧是就 low fat 啦，係咪？其實都英國。成老人無kimchi嘅啊，無成個馬來西亞人 kimchi 因為有往I mean 伊人有medical benefit 啊，馬來西亞無啊，馬來西亞是俾互要去看落管一箍銀啊，嘛是有 benefit 咯，有啊一箍，你去俾互一箍，有開刀啊，點解貴啊？美國嗰啲屎啊！伊人嘅免排隊排到半死啦，人嘅就要排隊排到半死咯。但是你嚴重來講，不是係排隊嘅，因為真濟人冇這個病。掉本。除非你係死咗，你係死嘛叫死。OK， 喂阿偉一項講阿偉一個 lasting 你講哪裡無像這個參整嘅特別 compromise 咩啊？你名伊抄我伊唔知哦。特別佢教名嘅你啊，一定。是哦，以後伊講名。應該咪知咯。特別辣大咯嚇，辣大伊我辣大時有當時伊好笑。伊特別伊辣大好笑，特別是伊按着伊明白啊。有當時我辣大伊是講哈，what you say？伊成個我甲伊講話，然後我甲講 no nothing just 辣大，伊就明白。我可能就成個我無看啲個幾好嘅物件，伊看到嘅。So I don't know from 伊個招嘅，還是 from 唔知啦。你講下係咪物件？你若是把沙泡湯物件，是你若是無好物件看好。OK， 像馬來西亞啊，我拄着我朋友嗰啲啊，長人啊，無愛留長頭毛嘅啊。我就要留啊。你suka？你都suka，是哦。因為伊感覺到這是亞洲人嘅看法，會好看嘅款。不過我若啥嗬，亞洲嘅人真正鹹濕嘅，也是愛安怎講好嘅話，真正鹹濕嘅。對。了伊人嘅人較好咯，吹較低。我準備做逼咯。你想I love you，還是how are you？I love you，特別 I love you 有啦，當劍是講我成日教我爸母，安尼親母我冇講 I love you 嘅喎。冇講嘅，但係 text 嘅有有嘅。text 有啊。text 會from parents 啊，嗰啲你想love you，有啦有嗰啲。你都怕字是有講啊，特別講。特別我有教我阿有講啦，特別教我爸母冇講喎。我教我厝人冇講啦，我講。我阿就講啦，我阿嘅媽冇講，特別。我厝嘅人是冇錯都度教嘅。特別有影本你講嘅你正成個Westerners 較一樣嘅較
喙較甜較硬講有咯，個好話。我唔知是正是假物件啦，正假不要緊啊，聽爽嘛好咯。聽男朋友愛啊，爽嘅。爽者了你講白啊，就當人嘅別講嘅啦。伊看到你三歲，你怕冇講白。我看到物件就是舊演啊，有一人講哇錯國人啊，物件了，你別使講白，講白冇用嘅。嗱，個人一人無相。你更加你有溫度心啦，還是你有堅心啦。你免講夠用啦，甲了物件，你若是叫人來比啊，你就是比死人誒，人比死人。有俾有，對我嚟講，我 appreciate 啦，我真正感謝啊，我有吹到這波。到馬來西亞就人講，哇，這未用啊，這三百嘅落嚟啊。嘿咧，明白，你是成日特啲感覺到你是特啲馬來西亞，是成個人看你無。我是三百，我是馬來西亞三百。英國跳嚟做劍咯。明白。แล้วรู้ราซาติ講就แล้วรู้บ่有成個當人本地馬來亞查某朋友個哦。有啊。特別話未啱啊，啥物？Maybe 是迄陣點我係會聲嘅事，我了未學到太濟物件嘛。未啊咪？未學了啊 ！I mean 我嘅理想，我嘅思想就是我被看較濟物件，了出國哦，這是大你馬來西亞人不愛嘅物件，出國。所以我愛 success 啊，我做啲我 dream 啦。了，因為我有之前我有 local 嘅 girlfriend，but it's more like 未講太濟物件咯。別講啊，國啊，講攞 Q 本是想要出國。係咪你講古早你會馬來西亞嘅 friend？是啊。OK， 我拍拼個了，不是愛出國，但你無機會出國嘅。要話你搞英國人，你有感覺到你較無相咯，你較 international 咯。頭晚攏講嘅有人看。攏講嘅你講琴日安怎頭晚我聽到攏講。有一個 bright 咧嚇，我拉薩啦，聽講這邊嘅啦，這邊嘅。這是馬來西亞嘅看法啦，這是對我嚟，我本身嘅想法，我就講是無好嘅。有個人啊。伊是專愛搭一個教因這個物件來過關呀，唔是講佇馬來西亞啦，我家己看過啦，佇 Australia，遮濟馬來西亞人喺邊讀冊嘛 ，maybe 去英國本好，去 Australia 本好，遮濟嘛，然後像講你是唔是 professional 嘅 course，嗰時係咪你過了你嘅 degree，嗰時你 master 了嘅時，你無通 extend 你嘅 visa，加一年嗰時無嘅，你無找到工你就對啊，伊啊 control 嘛，然後伊人就真驚咯，所以伊人就會佇遐咧真短嘅時間內面去找一個人 ，hopefully 遐個人會 sponsor 伊 visa，或甲伊交入 invest 甲伊交因啦，像個中國部本是做安尼款嘅物件真濟啦。所以我捌一個人咧，伊做到真正出名，伊是無成個無 stop 地 try，伊為了伊後點樣個就是愛留佇遐邊遐遐個 visa。了伊特別做真濟無啱嘅物件，我是佇馬來西亞都捌伊咧嘛，我都講你別使款做誒，你想害着你家己啦，真危險嘅啦嚇。特別有人成日看，特別你有ราซา着。有可能是人感覺到外正北位，安怎講啊？國嘅臭甲青啊！國嘅臭甲青啊！了阿沙愛去外國，然後呢，了特別特晚較早是人較早幾禮拜是人個講要退休是個要對別人嘅。我有一個 friend CE 嘅啦，就是伊早是在這邊讀書嘅 ，and then 伊是client啊，馬來西亞client啊，伊嗰時啊，伊為咗愛 extend 伊做工 ，and then 愛加條 citizenship， so 伊嫁互大埔來啦，伊娶一個烏蘭布 ，and then 伊談到伊 citizenship，and then 離婚咯
離婚咧，你帶伊馬來西亞嘅個領嘢誒保回來咯。哦，伊個我呢有保咧，咩咩使教人？伊無教因個，伊有 matchmake 嘅，伊即個領嘢有 matchmake 啊嘛，所以 arrange marriage 係。那是嗰人 agree 伊嘅保 agree 贊成嘅講嘛不要緊咯，特別那是伊無贊。冇在是靠我啦，實時靠，那是講你那是講被騙你冇了教人家未來談公平，迄個就較死啊，你影響到別人。But the thing is，你講啦，實成個只贏呢啦，就只人講你看只贏啊，哦，你看 illegally 要條錯一包，特別手續只長阮呢啊，無簡單呢，愛大兩年啊，愛大你無簡單呢。伊叫我朋友叫伊帶一個面帶一個家號，帶一個荷蘭婆啊，所以 at first is agreement 啊嘛，伊知咧，阿荷蘭婆就是愛錢嘅，所以不過用買啦，用買。知咧 agreement，即係伊甲迄個荷蘭婆大兩年啊，伊荷蘭婆輸甲就伊咯，誒，亂嘛買離婚咯。咱無尾要做搞啦，做離婚嘅啦。after that，伊嘛帶伊個領嘢搞因到馬來西亞人帶過來。參考本有當時，特別我頭嘅時候，我講聽我家己開，因為我頭來嘅時候，我到這邊嘅時，我嘅 visa 嘅 status 是practical training 呢，我談足工嘅事啊，我捌掉我翁嘅事啦，我是 practical training 呢，我度是暫時伊度，我替談工了時，我係頭家甲拖迄個 H1B visa 互我咯 ，H1B visa 是3年嘅嘛，然後3年還是我甲我嘅同佢翁講，我講若是講我3年，人。因為我拄好捌意思是拄好捌你開始做工嘛，所以我有可能3年後是特別對馬來西亞，還是若是我嘅工死去，我就特別對馬來西亞嘅。แล้ว我有甲伊講了，我有想啊，我知講呢是一個 problem 嘛，所以我甲伊講咯。所以伊講，哎呀，未必咱免想安尼做啦，看安怎成啦。所以我捌意思就講。人都無直接講，人打漢人嘅股啊，什麼啦，先頭一年捌意思。然後拿來拿股嘅後邊就較定掉，係就冇驚咯。我講那 in case 是講我嘅 visa 被 renew 嚟講後，我就會走啊，還是就會搬開啊，無法咯。特別伊本咁完啦，我覺就我人是免啦。然後 because 係是個 gay marriage 個為 legal 個嘛，我個別想叫伊 sponsor 我嘛。然後我有看到我身邊嘅朋友，冇一個墨西哥話，一個朋友一個阿嬷嘅墨西哥啊，伊就對哦，2年就搬開大哦，一個到啲墨西哥，一個到啲 US， 即係哦。話如果即係啦，了若是伊用阿你成個我朋友負責有佢嘅想法啦，伊快嘅時間，短嘅時間，慢慢就一個有。你嘛被有人接受你嘛被 lucky， 你嘛被 extend， 你被 maintain 過嘅，對，這類是這是 OK 啦 ，OK， 有一人在馬來西亞有幫個啦，伊被傳到馬來西亞，然後傳馬來西亞嘅波，這邊看你人嘅哪裡人嘅條件啱唔啱？想講，特別係你伊是無大個，唔是伊唔是講無大個，伊無一個 stable 嘅 partner 個啥物，伊就啥只是愛立回去，伊本無佢哋累去嘅，有咧中國嘅人有累嘅，desperate 了，伊想講伊困個人人都會 sponsor 咗，我笑啦。我哋是上 desperate 咧做教物件，笑講啦，前面顯很成啊，因為伊是唯一一項物件，就是會大啲外國可能啦。特別有人啊，我冇聽過嗰個死人去外國大，是只積壓嘅成話。我那時候一樣可做不出個積壓。是。OK， 講個衰啊。或者我哋聽下你
把你人未講樣嘅，你第二處嘅事成啊。但我講阿三laksa啦，個有半金店啊，本時在講個人講啊，未必日本留意啊。啊，OK，到這邊講個成啊，我被困了啊，不是被困，我被現在被做咩啊？不啊，這禮拜特別入邊呢，就是困起了嘅校長阿龍，了加啊查某寶半叫啊，無別使講加零頭毛。你頭毛去食？我係嗰時網零病我有六點鐘嘅 record 啊。啊，六點鐘就平常呢，8點有陣時較濟是8點鐘嘅，我人咯8、9點鐘。你卡算咪把嘢啫。嗱，所以你一個月來一擺你肯定咯。OK， 感謝各位聽眾收聽，下禮拜再見，拜拜。個，OK，YouTube 嘅人啊，頂一禮拜無看到嘅 episode 到這邊但即係這邊但啊，定看定聽，我人邊咧學緊嘅節目到這邊啊，但是你等下一粒鐘呢，你對通知你，但是我做很條錄音是通知你，拜拜。